OK， 再一次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城市大學參加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高中5日籃球邀請賽回歸杯香港站，亦都經過咗2年以嚟20幾隊嘅球隊，包括大灣區嘅球隊啦、香港代表啦，激烈嘅賽事之後呢，終於決出咗今屆賽事嘅男女子嘅冠亞季軍球隊同埋 MVP 得分王同埋3分王。我哋即將呢就會開始進行呢個典禮。首先，我哋有請安德馬中國威先生為我頒發呢個女子嘅雙季軍。有請於國威先生嚟到台中間。有2支嘅女子嘅季軍球隊，其中一支係石門中學，有請石門中學球隊。有請於國威先生頒呢個獎牌俾球員。跟住又請於國威先生幫我哋頒獎呢個季軍嘅獎杯俾隊長。係邊位隊長？仲有一個由 Jarvis 贊助嘅籃球。OK， 於國威先生企喺中間影張大合照。OK， 我哋褪前2步，褪出嚟紅色線嗰度，藍色呢度，係前多步。OK， 好，唔該。OK， 唔該晒，恭喜晒石門高級中學。OK， 我哋請就座。亦多謝晒，唔該晒於先生，請就座。於先生繼續，我哋仲有一隊季軍，第廣東番禺有請。唔該，於生。OK， 我哋頒發呢個季軍嘅獎杯。繼續有一個 Jarvis 嘅籃球紀念品送俾廣東嘅球隊。可以企前2步去到藍色嗰條線度。係 OK， 好，呢度唔該。OK， 恭喜晒，亦都唔該晒於先生，請就座，唔該晒。好啦，跟住獲得我哋今次賽事女子組嘅亞軍係中山華僑中學，有請，亦都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華南師範大學副校長潘文慶先生。首先有請潘生幫我哋頒發
中山華僑中學。繼續頒發呢個獎杯。隊長係啦，係啦，嘉賓企中間，仲有一個精美嘅籃球，作為一個紀念品。OK， 恭喜晒，唔該晒。好，今次大灣區粵港澳嘅5人籃球賽女子組嘅冠軍，佢就係深圳第二實驗中學。我哋都有請廣東省教育廳2級巡視員為我哋頒發啲獎項。有請！哇！冠軍球隊着上 Under Armour 贊助嘅冠軍 T 恤啊！有請陳健新先生為我哋頒發冠軍嘅獎牌俾球員。有請陳健新先生為我哋頒發呢個冠軍獎杯。係，仲有獎杯，仲有一個精美嘅籃球送俾冠軍球隊。OK， 唔該晒，亦都唔該晒陳健新先生。好，你哋留一留喺度，跟住咧我哋頒發咧女子嘅個人獎項啊。首先咧，為我哋頒發呢個獎項咧，就由廣東省教育廳體育衛生與藝術教育處副處長李華先生嚟到我哋嘅台前頒發。首先係得分王，得分王係邊個啊？會唔會係你哋球隊咧？我哋啱啱攞到呢個答案嘅啫。得分王係喺今次賽事總共攞接近70分嘅，就係深圳第二實驗學校嘅10號易子輝。好，有請企喺中間。OK。
該晒嘉賓，唔該晒冠軍嘅球隊可以就座啦。好，跟住咧，我哋要頒發就係女子組嘅三分王啊！喺今次賽事，佢攻入咗6個三分波，會唔會嚟自都係冠軍球隊咧？原來唔係，係嚟自邊隊嘅咧？中山華僑嘅亞軍球隊喎，邊個啊？咦，起定身喎！佢就係劉慕涵，佢入咗6個三分波。我哋有請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社區聯繫及協作陳志傲教授幫我哋頒發呢個獎項。仲有一個精美嘅籃球。亦都多一次啦，要多謝啦城市大學啦，今次可以幫我哋享用呢個咁新嘅籃球場啱啱落成到，唔該晒陳教授，請就座。好啦，女子組嘅最後一個獎項就係最有價值球員 MVP。我哋首先有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梁柏偉先生為我哋頒發呢個獎項，有請梁柏偉先生嚟到台中間。MVP 係亞軍嘅球隊啊，定係冠軍球隊選出呢？經過咗2日嘅龍爭虎鬥之後，我哋選出咗個 MVP。佢係嚟自冠軍球隊深圳第2實驗，亦都係頭先嘅得分王10號易子輝，再一次攞獎，有請。連續喺幾場比賽攞得最多分，表現亦都帶領住球隊最後贏得冠軍。有請我哋嘅嘉賓繼續俾埋個籃球，可能一齊揸住啊，唔緊要，影張大合照先。冠軍球隊你哋唔好執起個書包住，你要影張大合照同我哋嘅嘉賓出翻嚟。兩位亦都留步，有請冠軍嘅球隊同埋我哋一眾嘅嘉賓同埋冠軍球隊影一張大合照，有請咁多位。係啦 ，Under Armour 代表啦，恒生同埋匯豐嘅代表啦，同埋咁多位嘉賓嚟到前面影一張大合照同冠軍球隊。Under Armour 嘅代表兩位。冠軍球隊唔該。冠軍球隊，球員不如坐喺前面啦，坐地下，嘉賓喺後邊，係啦，球員坐前面啦，係啊，半跪或者半樽啦，獎杯咧，你個獎杯啦，謝杯，一齊，所有嘉賓係嚟到我哋台前影一張女子冠軍嘅大合照先。係啦，球員喺前面，嘉賓喺後邊。係望住我哋嘅攝影師。OK， 唔該晒咁多位嘉賓，唔該晒女子組冠軍嘅球隊，亦都可以翻埋去就座。跟住我哋頒發男子組嘅賽事嘅各項獎項。跟住我哋頒發男子組嘅雙季軍，首先為我哋頒發雙季軍嘅嘉賓係安德瑪中國 CEO 于國賢先生，唔該于生，為我哋頒發季軍，有請于生。雙季軍其中一支球隊係山帝全，唔該，我哋俾啲掌聲啦嘛，俾獎牌。
佢哋亦都係我哋今次賽事咧平均高度最高嘅球隊啊！繼續有請于生幫我哋頒發呢個季軍嘅獎杯。隊長，係啦，仲有一個精美嘅籃球。首先就有一個精美籃球。快啲！嘉賓企喺中間，唔該，企前少少，藍色線，企上嚟先。影張大合照。OK， 唔該晒于先生。繼續留步，于生，我哋仲有一隊季軍要你幫我哋頒發。有請于生留步。另一隊嘅季軍就係東莞第4高級中學，有請紅色衫嗰隊，好 sharp 嗰隊，落緊嚟啦。有請于先生幫我哋頒發個獎杯。隊長，一個籃球。于生留喺中間，企上嚟藍色線，大家。恭喜晒兩支季軍人隊，亦都唔該晒于先生，請就座。跟住我哋會頒發亞軍嘅球隊，我哋首先有華南師範大學副校長潘文慶先生，再一次為我哋頒發呢個亞軍嘅獎項。今次呢個亞軍咧亦都別具意義，因為我哋今年係第2屆，過往冇一支香港嘅球隊咧可以打入去男女子嘅4強。今次嘅男子隊仲要打入咗去決賽。佢哋就係嚟自葵涌嘅裘錦秋中學，有請打破咗呢個歷史啊！香港嘅手支球隊可以晉級到我哋今次嘅賽事決賽啊！我哋有請華南師範大學副校長潘文慶先生為我哋頒發呢個亞軍嘅獎牌。因為佢哋呢排都幾辛苦，因為我哋學界體育聯會咧，亦都舉行緊一啲唔同嘅學界嘅籃球賽事，變咗我哋咧周圍去打比賽。
有冇隊長？係啦，跟住嘉賓係啦，送埋一個紀念嘅籃球俾佢哋。係啦，揸住喺中間，跟住嘉賓企喺中間，有請潘生企喺中間同佢哋影張大合照。歷史性啊！我哋香港球隊晉級到我哋大灣區嘅籃球賽事嘅決賽，就係嚟自葵涌嘅裘錦秋中學，佢哋都係我哋香港嘅精英賽嘅球隊啊！好電話一張啊！好簡單。好，我哋埋呢度，預備。唔該晒潘明慶先生，請就座。恭喜晒裘錦秋。我哋跟住就會頒發男子組嘅冠軍。我哋首先有請廣東省教育廳2級巡視員陳建新先生，我哋頒發男子嘅冠軍。佢係嚟自，哇，着住 Under Armour 考完冠軍衫，係人都知係邊隊啦。就係嚟自珠海三中，有請男子組嘅冠軍。有請陳建新先生幫我哋頒發呢個獎牌俾冠軍嘅球隊。跟住有請陳建新先生話你頒發呢個冠軍嘅寶座俾我哋珠海三中嘅同學，亦都有個精美嘅籃球。好，我哋同學，我哋企前2步喺藍色線嗰度。OK， 我哋有請留步，跟住我哋會頒發咧個人嘅獎項。首先頒發呢一個就係得分王，佢喺今次嘅賽事喺男子組賽事可以攞到超過50分嘅得分王，佢就係嚟自珠海三中4號嘅林海培，有請林海培。我哋亦都有請華南師範大學聯盟辦公室主任黃偉先生，我哋頒發。黃偉先生有請。提一提啲球員啦，我哋而家會影緊大合照，所以你咧唔好暫時剝咗你件波衫，請你記住着翻你件波衫。我哋而家會影大合照。OK， 唔該晒，唔該晒，黃偉先生。OK， 可以就座先。3分王會係嚟自佢哋啊，定係亞軍嘅球隊咧？佢喺咁多場比賽裏邊，一共入咗9球3分波。嚟自葵涌裘錦秋嘅陸子俊
3分王。我哋有請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社區聯繫及協作陳志豪教授，我哋頒發呢一個獎杯同埋籃球俾我哋嘅3分王陸子俊。OK， 唔該晒，唔該晒陳志豪教授。好啦 ，MVP 睇下先。哦，啱啱我知道咗啦，佢都係珠海三中冠軍嘅球隊嘅球員，都係得分王林海培。有請林海培 MVP 最有價值球員。我哋有請英華書院校長陳迪安先生 MH 為我哋頒發呢個獎杯同埋籃球。有請陳迪安先生 MH。有一張大合照先。我哋有請咁多位嘉賓同冠軍球隊出嚟影張大合照，有請阿于生兩位係啦，我哋嘅代表，有請咁多位影一張大合照先。OK， 唔該晒咁多位。我哋呢個時候仲有一個最後一個儀式，我哋有請 Stampers 嘅代表咧，我哋頒一啲紀念品，因為今次咧好難得可以喺城市大學裏邊咧舉辦呢個籃球比賽。咁我哋有請我哋 Stampers 嘅代表啊 Mikiko， 我哋去到中間。我哋有請城市大學嘅代表陳志豪教授去接佢呢個紀念品。借出呢個咁靚嘅籃球場俾我哋，有請 Mikiko 幫我哋頒發呢個紀念狀俾陳志豪教授。唔該晒陳志豪教授，有請 Mikiko 留步。唔該晒陳教授，繼續留步。跟住我哋要頒另一個紀念狀啦。頭先見到啦，冠軍球隊咧，嗰件冠軍 champion 嗰件 T 咧，真係好難得。我哋多謝咧就係 Under Armour 啦，可以今次贊助啲咁靚嘅波紀念嘅球衣俾我哋。我哋有請我哋嘅代表于先生接受呢個紀念品。OK。OK， 唔該晒咁多位，唔該晒于先生，亦都唔該晒 Mikiko， 亦都正式宣布啦，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高中5人籃球邀請賽回歸杯香港站，亦都告一段落，亦都多謝晒今日嘅嚟臨嘅高貴嘅嘉賓。我哋希望下一屆喺呢度再同大家見面，俾啲掌聲大家自己，唔該，唔該晒咁多位嘉賓，多謝晒。